我甩咗幾節腳。我同佢講啊，劈咗6年嗰粒嗰啲粒嚟啦，5、6年啦，冇咗皮好撚酸。你行先啦，好啦，劈多陣，好，行過2點走啊。好，我再見再約你啊！呢排要學車都未得閒啊，學埋再約你啊。
錯啊。無論想炒熱 party 氣氛，定係趁夜晚放鬆身心，你都可以用 Spotify Premium 精心挑選啱今日聽嘅音樂，享受無廣告聽歌體驗，仲可以下載內容離線收聽。撳下 Bella 廣告，了解詳情啦。加入 Premium， 無時無刻感受音樂節拍，下載音樂，帶住心水音樂周圍去，隨時跟住高質音樂起舞，免受廣告打擾。用智能隨機播放為播放清單加入推薦歌曲，或者無限次飛歌同重複播放，全面掌控自己嘅收聽體驗。音樂體驗再無限制，撳下 Bella 廣告了解詳情啦。再之處，寧願叫時間終止。我不會再信未來，我不要再看歷史，還能會才是諷刺。固執不用做傻事，讓痛苦輪迴漸次彰顯那快樂有盡時。